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6日，诗篇69篇16节安尼讲：上主啊，因为你有至大的慈爱，求你应我。求你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活过来看我。三甲来祈祷，照丰盛的慈悲，活过来看阮的天父。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因为造天地、星神，你照你的意思建立大地，你予人活伫这个万有的中间，你用活开分伫阮，互阮通甲你相共，诚做有你的灵伫地的人。主啊，怎样的恩，何等的大！阮这卑微用土所做的，竟然通领受这样的疼，阮只有懊恼搁懊恼，感谢搁感谢。主啊，伫万有的中间，你看阮最尊贵；伫万百姓的中间，你拣选阮做儿女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因为你有至大的慈爱，求你应阮，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，活过来看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